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8月14日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珠。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洪台。洪台洋流已经离开台湾，已经解除海上含热上警报。咱来听气象署拄则伫咧8点14分有上新的说明。 随着今年第11号台风杨柳逐渐的远离台湾以及邻近的海域，气象署已经在稍早8点30分解除台风警报。根据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杨柳台风呢已经来到中国广东省的内陆，未来会持续的往西的方向，往中国的广东省远离台湾地区，并且逐渐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那因为它的暴风圈在昨天深夜先脱离了台湾以及澎湖。 并且在今天的凌晨脱离了金门，以及在稍早脱离了金门的近海，所以整体对台湾以及邻近的海域威胁已经解除。气象署呢已经解除了台风警报。不过今天外围的水汽呢还是比较多，尤其在偏东风的影响底下，在东半部，在屏东，在今天清晨的时候雨势还是蛮明显的。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留意天气上面的变化。 那今天逐渐的转成偏东风的环境哦，所以在东半部地区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西半部的新竹以南则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呢。气象署已经解除海上甲热上警报，除了金门宣布顶部是停班停课，本岛的部分山区嘛有停班停课的状况。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统计，伫咧风台期间是拢总有1个人失踪，112个人受伤。 洋流洪台离开台湾向中国行去，气象署伫8时透早5点半解除陆上风台警报，早起8点半解除海上风台警报。这边洋流风台经过台湾，风雨影响正明显的是拜三，造成真侪灾情，也有正危险的场面。海边用一阵一阵拍画边，男子当穿暴露有船兵器，船主唔惊大艇来跳去水要去救船，我家在做人斗3工，做伙甲船救起来。 伫拜三太马里的市区风正透，风力有到14级，就连建筑物也挡袂牢。伫大路顶看到看铁皮的车库，互风台规掀开，为了正惊人。 有一寡所在因为安全的考虑，宣布拜四停班停课。除了金门拜四早起停班停课半天，另外高雄桃园区3个里、屏东县满洲乡、顺利乡、苏文村、台东海端乡海端村、新武部落、木乐村加利道村，也有一寡学校也拢宣布停班停课。 整体的天气大致上都是比较回稳，各地上面以多云到晴为主，但是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还是要留意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展。中部这一带以及各地山区的午后雷阵雨，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较大雨势出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到拜三暗8点，洋流风台总共造成1个人失踪，112人受伤。失踪的是就位去布地火美里海沙堡的钓客，各方坐步落去海，不过因为风影太大，搜救困难。 目前因为风浪很大，当时建议他上周就会。即摆惊讲伊的海水会满面。即摆咱林处长、林清宏处长真正这岛一个他全线封闭。气象署讲，风台登陆中国了后，强度正紧就降来。台湾附近即马主要是偏东风的风场，伫17进前天气拢算稳定。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因为风台的关系，将影响到桃园国际机场几内机班哦。其中一架泰国籍航空的飞行机，因为降落失败，最后是改去台中机场。但是伫咧落地了后，这机长却唔互乘客落去，表示要继续搁飞往桃园，所以乘客就安尼伫咧机场等超过3点钟。不过最后航空公司是决定放旅客落去，有安排甲人送回去桃园。有人想要飞回桃园吗？没有。 没有，对不对？他们说是机长决定不让我们下的，霹雳567的机长不让我们下去。飞机内面的旅客等下挡袂牢，因为飞机就已经降落台湾，所袂当落飞机。有真侪人等下头黄吐，身体无爽快，无通食也无水。在桃园机场降落3次不成功，被迫降落在台中的机场。但是泰越捷航空公司他们不愿意让我们下飞机，我们在飞机上已经受困了3个多小时以上，我们的孩子非常的不舒服。 这台泰国籍航空威利567航班13号自日本关西机场飞桃园机场，本来下昼2点45要降落，不过因为风台乱流，试3遍拢失败，尾下将降落伫台中机场。本来就是讲已经结束啊，
无想到讲，机长所讲，美国飞登机桃园机场也不准旅客落飞机，大家伫飞机内底等3点外钟。飞机摇摇摆摆，真侪旅客惊甲一直发声，因为洋流风台影响班机一日降落的时阵真摇摆，所以旅客拢无愿意过飞登机桃园。但是机场的人员甲旅客对话讲袂对同，双方无共识，旅客批评敢若是一个杀责任。对啊，机长一定是做好最好安全的准备，才会多少在空中的现在多危险，我们在地面的还要跟人家去抢位置，我们在那边吵的过程，我们都已经可以回台北了，好不好？所以是航空公司决定的吗？到底是航空公司还是移民署的决定？到底是哪里的决定？移民署也是有，因为有转机，他也不可以接受入境。我觉得你们好像互踢皮球，哎，不接受。重要吗？因为有转机，人命比较重要吧。要替外籍航空公司回应，已经和旅客落飞机，安排交通工具，将所有旅客拢送登去桃园机场，和添加挡袂掉的旅客，总算会让登机做。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另外，台东市区有加油站和徛街的厝顶，这铁皮去互风台扫去。敢也若亲像县政府病院，一个便利商店玻璃门嘛有去互大风扇破去的状况哦。有便利商店的人客因为安尼卡去互玻璃刮着伤。大影冲起来线碟爆花，一直灌入台东富公渔港。中度风台洋流带来强风大水雨，那海面风浪真大，一只吊起来闪风台渔船，和吹起车路卡伫路中央的双引线，市区的风同款真强。民众伫路的行，强要徛袂在。台东市捌出现11级的阵风，有小的车桥吹倒去，坏伫路边。小连线的强风，甲金城路一间加油站的厝顶吹甲落去，至少一半规个塌落去，损失真严重。高小校园边的铁片吹甲边几落链，搁击到停车格的车，啊，搁有民家的厝顶未堪的强风，规个掀开落落来路面，击到一台汽车。一间卖场的看板嘛，去互强风吹甲歪高起串倒伫路边。这次台风直扑台东，带来强风。不少建筑物的铁皮屋顶和围篱被强风推落，散落一地，飞落在马路上面，场景宛如8年前的尼伯特台风再现。那铁片世界杯一寡建筑的玻璃门，搁较是未堪的强风，卫生部台东病院急诊玻璃门都叫吹歹去，强风大雨灌入了后，造成天棚规个落落来，电线嘛随落来，规个如苍苍。啊，个便利商店玻璃壁规片倒去，缀伫商品顶悬，风雨阁一直灌入来店内。县政府嘛变受灾户，强风造成玻璃破去，规涂骹焦碎片。听到声音吗？是风太大是吗？因为风真强，啊，搁有厝的外壁砖啊，规个放落来真危险。好在再无人甲车经过，毋过有民众拄着危险。伊去便利商店买物件时阵，无细意去互背来玻璃刮着伤，倒骹一直流血。救护人员赶紧到场救援，甲人送医治疗。啊，那玻璃没有看到，还是突然飞来？被风吹来，然后。用于风太侵袭，台东头一个扫掉，规工风强雨大，造成真侪街路拢遭铁片玻璃甲看板，有不少路树是连根都飞起来，市区受损严重，规个如苍苍。记者采访报道。镜头转到花莲，昨这海边的风影是真惊人哦，亲像石碓渔港这搭这海影是赶到车路去，另外大雨嘛造成溪水涨起来，亲像明里变道、屯田变道都有关节风起来，也搁有线内搁2礼拜就要采收的河工文旦嘛去互风台升长。海面上风影一直拍向北岸，海水一直溢入来石碓渔港。花莲台东海花公路沿岸，大影是一波刷一波，观测员来到现场，关心这个海上情形。主要是要看它海浪的高度，还有这边瀑布，看它会不会有落石落下来。中度风台洋流侵袭台湾，花莲市雨一直落，就惊山区路段因为大雨造成灾害。花64西港公路、69山产业道路实施无经性封闭，也管制临时便道出入。台风夹带了大量豪雨，让秀姑峦溪水位暴涨，7月底才抢通的明里便道现场也进行管制，但如今溪水溢出路面，便道又因台风受创。那明里便道、轮天便道也有溪水拢淹掉了，真侪水防道路更加有积淹水的情形。风台的强风大雨代替唔甲大雨，东部干线来回花莲台东甲南回线13是全面停开。我要回学校，原本是要，但好像停驶了。
丰台70A 交通拢拍乱去，伫农业方面更加是一大冲击，尤其是随随河工油啊。 这一大片果园就是花莲瑞士乡的鹤冈文旦产区，在强风豪雨的侵袭下，已经有部分文旦被击落，幼农都非常担心，势必影响到今年中秋节价格。今年以外有果产量甲正常时期来比较较少，就算搁再过2礼拜就要采收啊，惊这场风台又搁增加变数。现在目前我们瑞穗是最大的产区，希望这个台风能够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文旦的这个产量。 这场风台过了后，农民生活也面临挑战，厝内底甲鸡鸡园拢变甲乱糟糟，爱开始来善后清理，希望会赶紧恢复。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洋流通过南部了后，真紧就离开台湾。带来几天的天气，咱来看温度。风台离台湾愈来愈远了，不过今仔日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也是会上雨哦。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水雨特报，屏东关山区会上大雨，也是大水雨。前后偏湖、金门、花东，也阁有高雄、屏东和宜兰山区嘛会落大雨。因若其他的所在是侪份好天过后会落雷公雨。最近因为这风台雨水的关系，东部和南部的山区土马降水，民众都爱较注意，较莫去山区，也嘛爱注意到这天气的变化哦。顶个月，但若是风台走了后，中南部是连续落大水雨，致使这南部的菜产量减少，有真侪菜拢嘛起价。为着要稳定菜价哦，农粮署就表示，有打算要辅导农民来加工制作冷冻青菜，提供给消费者。顶个月，但若是风台走了后，中南部连续落大水雨，因为安尼害真侪菜拢受到水伤，产量嘛减少。即马搁来一辆洋流风台，发布有民众反映讲，菜价是愈起愈悬。根据百农的统计，菜价每公斤是68.9块，起4.1块，民众是哀叫讲菜伤贵，买袂落手。买无菜，你看40块你。这阮4倍爱一摆做的4倍，你看干那一个青菜多少钱？农粮署表示，顶回风灾加上中南部落大水雨造成的农损，致使国内的菜量减少8成。农粮署表示，自5月开始就已经有请产地的农民，甲甘蓝、甲根茎类的菜顶冰起来，库存量有5450吨。农粮署为着要让市场的菜量恢复稳定。会甲这一部分的青菜提供给市场，让民众会当买到菜。评估起来最快的部分应该是我们空心菜哦，大概就是我们的硬菜哈。那在8月下旬的时候可以来复耕完成，来陆续采收上市。那其他的叶菜类，还有包含那个瓜果菜类哦，原则上大概也都会后续都会陆续采收。那大概会包含到9月上旬、9月中旬哦，都陆续都会有一些蔬菜的一个采收上市哦。那个价格也会逐渐回稳。针对菜量当时的回稳的问题，农粮署预估，爱到9月初菜才会慢慢恢复正常的量。伫这段期间内，会提供民众冷冻菜的选择。记者陈心东联合台北报道。国内菜市因为这风台大雨，所以这产量是减少嘛，直害这菜价起价哦。其中葱仔是起上多的。根据中华溪湖果菜市场的统计哦，这葱仔的产地挂价都已经起到321块，是顶礼拜的上倍。产区拢是拄种落去的葱仔，边仔有一区是因为7月风台大雨受损的产区，原本应该爱开始复耕，但是佮拄到洋流风台，农民只好先来收种葱，等好天才开始种。咱即区就是进前风台大水吼，死无去的，就是安生即阵要来种，拄好拄到风台啦。所以等风台过了后，咱才过来要来种跩葱仔。跩葱仔种落去，嘛着爱11月中遐才有通收啊。前一阵仔大水雨，致使国内菜市损失严重，菜价嘛悬甲惊人。其中葱仔价销起相倍较低，实际来到溪湖果菜市场，葱仔量真少。农民讲，热天葱仔本地就歹种，佮拄到天灾，根本种袂起来。拄啊人吼，说较歹种的，葱仔有种袂啥快。你即摆搁即个风台有，若有礼拜有。也拄啊种有嘛是够死了了。菜的价格平均价格来到50.7块，然后涨幅最大的是青葱，青葱的价格由178来到现在目前的325。
溪湖果菜市场表示，葱仔平均爱种3-4个月才会当采收。这道因为风台大水，将坏葱仔损失70%左右，也种袂赴卖。加上这阵仔天气多变化，可能爱到9月底，葱仔价销才会较稳定。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进前伫咧新德市有产地受到重金属水银的污染，环保局发现讲这附近的葡萄园嘛受到污染哦，除了要求农民袂当收成，也要把这葡萄送去烧掉。用夹刀把树顶的葡萄夹掉，准备被送去焚化炉。新德市高架部顶日发现有农地因为水银超标，经过追查了，佮发现附近的葡萄园排用同款的水源，经过检测，水银含量嘛超过管制标准。环保局除了赶紧通知农民袂当采收以外，嘛准备把葡萄全部送去烧掉。初步检测结果为重金属汞测值超过使用作物农地的管制标准。我们在第一时间已通知地主不可收成作物，将会同农政单位进行作物的铲除，送至本市的焚化炉进行销毁，以杜绝流入供应链，请民众无需担心。后续将进行该农地的公告列管，并强制停止耕种，进行农地的污染整治作业。环保局推测有可能是咧水源头的所在有工厂排放受污染的水，影响到灌溉用水，会阁继续追查污染的来源。当地有议员是要求新德市府为了民众安全，一定要针对受污染的面积扩大采样。汞污染事件有延烧扩大的这个趋势在这边也要严正的要求这个市政府要能够对这个汞污染的这个范围面积能够扩大的采样来检测尽快让这个检测结果能够呈现出来，不要造成我们农民的这个恐慌。目前环保局除了把受污染的葡萄全部送去焚化炉处理，后续还针对受污染的农地进行整治作业。环保局表示，也会加强水质检测，启动污染调查，加强管理，把伤害降到上低。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先来带乡亲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咱头先来看联合报。旧业客运的驾驶去年在台中车站头前倒滑的时，教时一个东海大学的查某学生去奉照过失定时罪嫌起诉，昨开庭家属是讲，这驾驶弄到人了后，佮来回告，所以是请求法官甲判杀认罪。再来看自由时报。劳动部有公告这个强化版的雇用安定措施，适用的对象是包括9大产业。自今年8月初1开始，若是劳工放无薪假，一人1个月是通领薪水差额70%，相关是补贴12100块。再来，咱看中国时报。8月23中溪佛山的公投，新疆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表态会去投票，嘛邀请民众投无同意票。另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招全面投同意票。也那民众党主席吴国昌就批评讲，相关政策应该由人民决定，唔是总统讲的准拄算。8月23，除了罢免投票，也有佛山抢电棒的公投案哦，昨要举行说明会。支持电棒的民众党主席吴国昌是批评政府连贯政策错误，所以害人民爱承受代价。也那反方的公民代表吴阿贤是质疑吴国昌的佛灵立场反起反倒，也提出核废料和佛山厂区伫咧断层带顶悬的安全问题。调查中溪公投第4场说明会，正方代表是公投案发起人新疆民众党主席党团总召吴国昌，反方是国民代表吴阿贤。吴国昌批评民进党政府错误的能源政策，让人民付出代价。相信家己2018年也因为反核，暗过伫国际措施之下，认为爱不是面对台湾需要一座核电厂。民进党不该继续采取把头埋在沙里的鸵鸟心态。台湾有97%的能源仰赖进口，台湾的能源供给根本毫无韧性可言。新维修操作，20岁吴阿贤时表示，体认到核能风险会深深影响下一代生活，向吴国昌提出核废料安怎处理，甲核三厂伫断层带要如何解决的疑问。你们提案要在确认无安全疑虑的情况下重启核三，这里所谓的无安全疑虑是什么意思？我们又要如何做到？民众党在去年总统选举时提出的能源配比中，规划了2030年核能要占到10%。那就算今天核三重启，
日多也只能供应3%至5%的电力。是打算要重启位于新北早已除役的核一2厂吗？杨国昌引用台电的讲法反击，核一核子厂已经无延役的可能，佮批评民进党政府用核燃料棒坑3两刀来抢核人民，暗过无公开说明。目前已向相关科技解封，已经一摆质疑杨国昌对核能立场改变，强调核电的使用关系社会正义，呼吁民众爱谨慎思考，各地823登记出门投票表达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执政团队因为关税谈判也有救灾表现受到质疑，所以就叫内阁改组的声音是愈来愈多哦。包括行政院长窦英泰、经济部长郭智慧，也有卫福部长邱泰源，拢去互点名爱落台换掉。在必要的时候，对重要的人士来做应该有的处理。国会会好亲像透露，内阁已经要改组，这治疗大会罢免案全部公布了后，执政团队个行会对比关税谈判甲救灾表现受质疑，尤其经济部长郭智慧几啊摆互那爷点名落台，结果窦院长才多讲说，郭智慧佫加入目标。伦敦半岛4风鼎，他们做了民调，同意延役的有75%。你把敦义牧林会拿掉，你看他要不要同意？这会后，屏东县长周春美发文，部长啉着了，强调恒春半岛的居民甲核三厂共存，成全毋是特权甲好处。你认为这个是失言吗？问卷调查的时候，把因变数拿出来，然后再做一次调查，这个会叫失言。那经济部卫福部长邱泰源也正做比锁定的目标，最近佫因为发声讲要透过办联席解决小组化，互人批评捕唔到重点。处长林正奇到3港讲话，认为建立优先职场，增加新队友，才能创造较悬的生育机会。不过，伊本人进前因为响应罢免，也互人质疑行政无中立。在工作之外，我们都是公民。那我们跟公民团体之间互相都有鼓励，在情绪上做一些支援的动作，我想这是必要的。被点名改做部会首长是新队友，也是敌队友。民进党提议党团干事长吴思瑶透露，需要更加接地气的执政团队。哪些阁员适任或不适任，我想我也不需要一一点名哈。政策的沟通，哪些政策的阐述，那都应当再加强，都应当更能够第一线的掌握民意。我觉得民调好像那个院长他的满意度其实不高。尤其在罢免的时候，其实他一直用预算的议题在操弄，那这个是我们不喜欢的地方。我还是比较希望说能够换一个政治性不要那么强的。在野党呼吁连换国会拢该特别考虑，佮卖讲被点名留校查看部分雇员，823进前恐惊赔爱办案。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六8月23有7位立委的罢免投票哦，昨昏就有举行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和杜明才的罢免说明会，不过因2人都无到现场哦。公民团体是批评江启臣开8票，直直签地方建设。推动建设。823第2波罢免台中第8选区罢免说明会伫13举行，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面对罢免的挑战，说临时无出席，引起公民团体不满。针对江启臣提出的3大成绩：丰原国民运动中心、国道4号丰原潭子段、国道4号丰原东四段。罢免团体批评江启臣若开出8票，搁签到地方的建设。因为这是一条可以保护家人，也可以救命救急的道路。可是这个愿望，我们已经等了超过25年都没有实现。你挂在嘴上的3大政绩，事实上都是你在你任内龟速推进的建设。廖志炎表示讲，江启臣的选区丰原山城是全台中唯一人口减少的选区，也批评江启臣无坚持台湾的主体，选择外向中国。风雨无阻，这跟台商的精神一样啊！台商一路在海外打拼啊。其实这是我们国力的延伸。无出席说明会，江启臣再去分别接见布鲁肯斯研究所的访问团，甲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江启臣伫面册讲尊重罢免的权利，不过绝对无同意变作是政治工具的大罢免。台湾内部天灾升腾，外口有关税谈判，伊选择继续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拍拼。经唱明3次，未上台说明答辩理由。新北第11选区国民党立委罗明才同款面对罢免的考验，因为财委会考察行程无参加说明会。公民团体讲，伊伫立法院推动两岸和平协议，恐吓台湾人。你说你是为了和平，所以才在立法院里面推动两岸和平协议，
你从来没有公开指责过破坏台海和平的中共。吴碧桂批评罗明才家庭背景，讲伊的老爸罗福祖是经济犯，走路去中国。不过罗明才拢无抗议转来台湾投案，强调新店袂使搁互乌道支配，呼吁民众823投下同意罢免。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国内国际消息，咱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和欧洲的领袖13个视讯会议是已经结束。川普是表示，2天后会和罗西亚总统普廷伫咧阿拉斯加会谈哦，目标是要争取陆欧停战，嘛同意这领土的议题要乌克兰参与了后才来决定。而且川普嘛是讲，若是罗西亚唔停战，会有严重的后果。Any consequences if Vladimir Putin does not agree to stop the war after your meeting on Friday? Yes, they will. Yeah. What will the consequences there will be be? Sanctions, tariffs? There will be. I don't have to say. There will be very severe consequences. Yes. 美國總統川普13家歐洲嘅領導人視訊會議了後講，這是一場正好嘅通會。會後，歐洲嘅領導人因態度正樂觀。川普甲歐洲嘅領導人講，伊伫咧阿拉斯加嘅目標是爭取莫斯科加基輔之間停火。C'est que les questions territoriales qui relèvent de l'Ukraine ne peuvent être négociées, ne seront négociées que par le président ukrainien. Es gibt Hoffnung auf einen Frieden in der Ukraine. 因为15拜五，美國兩大國家領導人伫阿拉斯加嘅峰會準備嘅時間正趕，歐洲各國並無直接參加。一般認為，這個視訊通會是美羅峰會進程，歐洲領導人想要將烏克蘭利益甲歐洲安全議題放喺咧議程嘅優先事項，想要這邊機會。If the first one goes okay, we'll have a quick second one. I would like to do it almost immediately. And we'll have a quick second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Putin and President Zelensky and myself if they'd like to have me there. М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выпрашиваемые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консультации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ичтожное действие. 自從頂禮拜宣布將會舉行美羅峰會了後，川普過度便講到，基輔加莫斯科之間交換土地嘅想法，和烏克蘭加其他地區擔心，川普可能準備要接受普廷長期以來主張，要摕到大片嘅烏克蘭領土。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南韓的前第一夫人金建希因為涉嫌炒股票計算，也有受人訛洗防羈押。目前翁仔某關佇咧無共達，這嘛是南韓政治史上頭一屆出現前元首翁仔某當時被抓起來狀況。金建希伫首爾南部看守所正式防羈押。根據韓聯社報道，伊是22出庭經過4點掛鐘受審了後，獲檢方以涉嫌違反資本市場法、政治資金法、加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向法院申請逮捕核准金建希否認所有指控。這是南韓行政史上頭一擺出現前總統翁某當時被抓受押情況。兩人分別羈押佇無共的看守所。前總統尹錫悅7月7日涉嫌內亂叛國案被羈押佇首爾看守所。 저같이 아무것도 아닌 사람이 이렇게 심려를 끼쳐서 진심으로 죄송합니다. 수사 잘 받고 나오겠습니다. 金建希被關佇一間大約2至3平的單人房。韓聯社報道，這間老房配備會當放物件櫥仔、會當後的防盜電視機禮堂等，或是甲方受押其他人同款。法院核准逮捕令的理由是，犯了伊可能隠蔽證據。6月李在明當選總統了後，成立特檢組，佮對金建希涉嫌16項犯罪指控進行調查。13核准的逮捕令只包括其中的3項罪名，這3項指控分別甲 對一級汽車公司估計操縱案，借出謀取利益超過8億韓票，相當代表1730萬。政治中人改選案，港府國民聯絡黨國會議員選舉提名，受統一教明白包甲破連，關稅統一教佇柬埔寨的開發事業。公司新聞吳連編譯。今仔日國際上一個什麼大代誌？咱做伙來看世界。 南韓反中團體最近去中國駐韓大使館外口，甲中國5星旗領條表示抗議哦，所予警方查水表。南韓總統是認為講，這場反中活動是已經超過言論自由的範圍，損害到國家的形象。不過，這個言論嘛引起爭議。再來，阿根廷發生醫療用的芬太尼污染病死的事件，這種藥啊是用來緩解疼痛，也閣有協助 當前患者喘氣哦，13在經過司法調查了後，上報是有87個人死亡，另外有9個人死亡原因是也擱在調查當中。
再来，伫咧日本大阪地铁中央线，当地时间13暗时9点半，因为设备故障，离这个世博会会场上近的车站是全部拢停驶，这嘛影响超过3万人哦。镜头转到国内，卫福部的医事人员性别事件资讯专区就已经上线，捌因为这性侵、性骚扰案件去互人定罪医疗人员，得放公布伫咧平台顶悬，民众会当去查。不过医改会是点出讲哦，过去有涉案的医生，趁伫咧也无放定罪，继续伫咧犯案，这点嘛着爱想办法来处理。来到卫福部医事人员性别事件资讯专区，选择医师查询出现6笔资料，其中新北市执业的麻醉科医师，趁机会威胁患者，互人判刑有期徒刑1年2个月；也有妇产科医师性侵病患，互人判3年徒刑。即卖违反性病的医师资讯，会当上网络查，拄到性骚扰惯犯医师的民众，敢会去查？就是会想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去求证，看是真有没有这件事情。那如果这个医生被判刑确定，你还会去就医吗？应该会降低的意愿吧。那如果是你会去查吗？应该不会吧。啊，如果要内诊什么的，你不会担心吗？内诊的话，我还是会想要找女医师吧。那医师医检、物理治疗等医术人员，若是牵涉到性侵等违反性病事件，经过判决确定了后，民众会当透过平台查询。目前成连结112年性病3法修法了后的相关案件，不过台湾医改会认为公开程度尚少。这样子揭露的标准远远不足，尤其过去曾经发生过郎医遭惩戒后更名转往他处职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而现在系统其实看不到惩戒记录，加上更名的医师也没办法提供足够的辨明身份的资讯来供查询。目前系统会当查询到7个医术人员资料。下晡出席活动的卫福部长邱泰源表示，这是第一阶段，若是司法进程的案件，卫福部表示还佫伫甲司法院协调。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怎么样去连接、借接，这个都会尽了很多的用心了哈。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医改会呼吁政府应该甲判决书、甲定价记录做资讯公开第一步，嘛爱说明后续公开的进度甲时间表。医疗性暴力往往牵涉到权势关系，真歹提告。另外，诉讼也有可能爱过几落年，应该都爱公布性平调查确定，也搁伫咧司法审理的案件。记者采访报道。当现代社会对性别的认定是愈来愈多元哦，有的人心内认同的性别是甲身体无同。不过，目前咱国内若是要来改证件顶悬的性别登记，就按交有动手术的证明书。有人权团体就批评讲哦，安尼是侵害健康和尊严，所以推动联署要求把这条规定废掉。手提标语大声发诉求，性别甲人权团体宣布联署行动开始。目前国内看性别的人，若想要变换性别，要附2位精神科医生的鉴定诊断书，佮有摕到原生理性别性器官手术完成的诊断证明书等等的文件。律师指出，目前已经有7案胜诉，认定相关的规定违法。保障人权、实现人权是一件一刻都不能再等的事情。欠缺法律授权，却要求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利，而被认定违宪。性别家人权团体诉求内政部应该马上撤销2008年函释当中强制手术的规定，莫阁互想要换性别的、跨性别的人继续开时间、开钱、拍官司、真费气。法规主管的机关迟不去变更这个函释，导致全国要陪这个傲慢的内政部一起违法。学者也认为，要求强制手术是性别二元化的国家暴力，要追求性别人权，袂当干那2个性别。如果我们朝向的一个方向是所谓的性别多元的话，我们应该有不一样的想象，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去接受一个跨女是一个有阴茎的跨女，我们能够去接受一个跨男是一个有子宫的跨男。对此，内政部捌表示，政府当咧建议向法制化的方向规范，并无急放风。相关的规定是予户政事务所办理性别变换的登记案件有一个依循，并且强调性别变换议题牵连到社会群体生活的特殊，应该安怎调整甲医护，影响范围甲程度是非常的深，含重大家公共利益真有关系。行政院对2022年以后，已经邀请相关的机关协商真侪解。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感情是台湾人10大死因当中的头名。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肺癌是死亡人数上侪的癌症。为着要降低癌症死亡率，国健署对今年开始扩大对象免费用公费做癌症的体检，希望会当量早发现、量早治疗。癌症一直是国人10大死因的头名。根据卫福部统计，肺癌嘛连续21年是死亡人数上悬的。国健署对今年开始扩大免费体检对象，希望量早发现、量早治疗，会当减少死亡人数。今年又增加一个筛检的群组，也就是我们的族群的扩大，涵盖范围更大。那这样的一个成果当然不会是这样就我们就结束了哈。那当然我们最重要是达到想要2030年的癌症标准化的死亡率降低30%。总统热情伫北提出健康台湾的愿景，希望伫2030年将癌症的死亡率降低1/3。卫福部部长邱泰源嘛表示，有专家研究，透过体检计划做好体检，有果会当降低54%的肺癌死亡率。经过这3年的体检，有8成的患者拢是早期就发现。肺癌筛检开办3年多后，已经找到了超过2500个肺癌的病例，其中83% 都是早期证明这个政策对于早期发现肺癌真的有效，那帮助大家远离肺癌的一个危机。国健署提醒民众，有食薰也是厝内有肺癌病史的人，拢是高风险族群，爱把握公费体检的资源，定期做检查，才有法度提早预防。记者陈心东、林旭凯台北报道。台中捷运南线今年6月动工，虽然捷运公司预估明年收入会当有5.5亿，不过这人事成本等等就占12亿元，算算来明年台中捷运也是会了6亿元，所以台中市府是按算分3年加半20亿来处理。民众坐台中捷运往回台中市区，不过民众讲，目前捷运敢若一条路线伤少啦。有网络当然是比较好了，四通八达，对不对？既然要做，那就是早点规划，早点做啊。台中捷运第2条南线虽然伫今年6月26动工，不过预计2034年才完工通车。根据中捷公司所提报的明年度事业计划书，预估明年的平均流运量虽然会提高到49600人次，比目前的45957人次较悬。明年的收入嘛有5亿5千多万。不过人事成本这支出却占12亿外，掠来扯去，算算的明年度会继续了6亿5800多万。赶快加速捷运路网蓝线及其他路线的兴建。那接下来也应该要提出包括异业结盟等等新的创收方案。你自己看我们绿线捷运，我们的捷运站有没有办法做生意？通通没有。现在人潮就是钱嘛。结果我们把钱就是看着他就白白的离开，就是叫他赶快走，不要在这边停留。议员讲，目前中捷公司资本也是35亿，有估今年就会用较大。目前捷运绿线站体商业空间无够，因为是以快速疏散人群做考虑，好达到商业合作的效果。建议应该利用外墙甲大条，创造其他的收益。第2条南线起好，还要等11年，会变作市区的大负担。比如说类似捷运的干线公车的接驳转乘，然后每个车站呢，公共自行车也好，或共享机车也好，它的接驳转乘能够做得更完整的话，我相信可以减少相关的亏损。学者认为讲，目前应该要加强其他运具的辅助，嘛要加强转运的功能，提升民众坐车的意愿，佮用地方政府的财务配套来降低亏损。中捷公司讲，政府的计划已经伫2024年审议通过。2025年到2027年会分3年度，总共争取20亿，通来降低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既然呢，旧咱用天公路桥废除文资新喷了后，就需要拆掉，因那文化界也是有提出诉愿。另外，伫文化部是认定这县政府废文资新喷的程序有缺失，所以伫咧这程序改进进前，这个天公路桥要阁是文化资产。
宜兰县南洋大桥边有一座超过90年历史的旧南洋铁公路桥，县政府文化局废止伊的历史建筑文字成分了后，面临拆除的命运。文化界发起抢救行动，提出诉愿。最近文化部回函，认为县政府废止的行政定数有真侪违失。在定数完毕之前，旧南洋铁公路桥有原有文字成分。伊这个申请会提出。这个资料内底吼，都是拢无齐全啦，都是无因这个主管机关家己的这个影仔登记。文化界认为，文化部的函文已经证明文化局的废止定数违法。函文也表示，2023年文化局也针对旧桥做检测报告，认为旧桥安全无顾虑，阁有高级的潜力。今麦所推翻家己的检测，也废止旧桥文字成分。该要有更多的方法。让民众了解一下，到说这两个旧桥在对于宜兰历史跟宜兰文化上的贡献里。旧桥拆除，涉及南洋大桥改建工程，但不过公路局已经表明，无论旧桥是准是废，拢有办法会当解决，无影响改建工程。文化界更加批评，旧桥现况无好，是文化局伫维管上根本无先尽责任。制作的那个废纸登录的程序啊。我们全部都是依文字法的规定办理。也不过，县政府文化局无认同文化部回函，因为当初的废止定数完毕合法。文化部的公文非诉愿决定，无要求文化部针对此案补充答辩，也无应该办的事项甲定数无关。旧南洋铁公路桥的文字成分也是废止。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新北市立图书馆自7月至10月，伫咧真济分馆有举办台语辩论会的活动哦。淡水分馆甲剧团金旗演社合作，都有规划台语活动，互大人囡仔来参加。嘛要借因表演的全场，教民众用台语学讲故事，培养讲故事的技工。公司甲民众唱这条《淡水模式》，是1957年的台语歌，代表写淡水的黄昏景致，是叶俊麟作词，洪一峰谱曲。公司希望互民众对歌词内底的淡水、倒船头、涵港等等等去联想家己的生活经验。民众学唱歌的地点就伫咧新北市立图书馆的淡水分馆，由剧团金旗演社规划一系列的台语活动，互大人囡仔来参加。咱是敢若会念得出歌尔，唔知什么意义啊！即马伊有解说，搁有迄落慢慢解说，搁迄落表演互你看，你就感觉搁较有迄落印象。了解台语，以及台语背后的伊所讲的文化，也是讲艺术啊，也是讲人文的代志啊，我感觉这是相结合的啦。淡水分馆表示，为着要响应新北市立图书馆台语辩论会来推广台语，分馆就金旗演社用淡水的生活剧场的主题来规划课程。除了唱台语歌，也有听故事和画山图等等，要互大人囡仔惯习伫生活环境听台语讲台语。嘛，希望图书馆这个空间会当成做文化点睛的头吧。金枝演社的老师都具有非常丰富的表演跟教学的经验，那就希望透过这种生动的教学方式，能够让就参加的小朋友能够在这种自然而然的去学习、去熟悉台语。淡水分馆表示，这届请剧团来斗3天，嘛是要借因表演的全场，带在地的民众做伙用台语学讲故事的技巧，互囡仔听。所以10月有特别针对大人开课，希望会当培养出讲故事的技工，互台语活动有进一步的效益和正面的循环，和民众做伙为发展台语出一份力。记者卢成珠、曾俊尧台北报道。真侪人爱食泡面哦，伫咧印尼泡面因为俗佮方便，是劳工阶级的主食之一。业界是估算，在美国进口麦啊变做零关税了后，印尼的泡面成本会佮降，以后这泡面就会佮愈俗。我甲大街头即间泡面摊，员工无用咧甲一包佮一包的泡面上架，头家是卡少一米粒来煮面，佮含一寡青菜，无偌久，韩国我的打泡面就上桌。印尼泡面口味真侪种，也当做炒面，因为俗佮淡化又佮好食，正做真侪城市的劳工要食好饱的好选择。有真侪人是逐工拢咧食，这位家庭主妇即马也咧煮泡面，要解决伊甲因后生的中毒。Kurang lebih 20 lebih lah. Kalau dari dalam waktu sebulan itu kurang lebih 20 bungkus kurang lebihnya.
Tapi bisa lebih itu. Tapi bisa lebih karena kadang-kadang soalnya 2 hari sekali suamiku pribadi masaknya nggak cukup 1 karena sekali masak itu bisa 2。印尼泡面毋但伫国内真清，伫国际市场也真受欢迎。目前印尼上大的泡面牌子英德面，伫亚洲的销量是干那输日本出名日清泡面。业界按算美国进口麦仔降做零关税了后，泡面的成本也会对咧降低。dengan biaya input tadi ya gandumnya jauh lebih murah, tepung dan gandumnya lebih murah. Harapannya adalah industri juga tertolong gitu ya. Apalagi kalau kita melihat bahwa industri makanan minuman pada hari ini masih belum kembali lagi seperti masa pandemi di mana pertumbuhannya double digit sebelum masa pandemi. 专家分析指出，印尼原底是主要向澳洲进口麦仔，但是甲美国达成关税协议，向美国全面开放市场了后，若向澳洲甲乌克兰进口麦仔又原爱扣税，美国的麦仔会更较有竞争力。泡面业者也可能有机会因为安尼受益。除了泡面的计销会变少，也会鼓舞业者进一步开发更较侪口味，这也互消费者真期待。国际新闻张惠敏编译。巴拿马国宝金枪鱼是已经特别登场哦，全球野生的数量是无到50只。为着要保育金枪鱼，巴拿马阁有制定纪念日，也阁有宣导保育观念。目前人工保育的全球是已经有要1000只了。金黄色外表，较侧边有乌色斑点，巴拿马金参蛤仔要爬到树叶另外一边，这是饲伫美国伊利诺州的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内底5只金参蛤仔。尽管叫做黄金参蛤仔，却是类属将翅类，是巴拿马上有代表性的国宝级生物。不过近年来，受到一种会寄生伫黄金参蛤仔皮肤的霉菌、乌菌病威胁，可以强要绝种咯。细细只黄金参蛤仔体型上长只有5-6公分，不过毋通看伊细只。生长伫野外黄金参蛤仔，伊皮肤的分泌物受带有真毒的毒性。这一只这么细只，就说毒死1200只的鸟鼠。受到乌菌病影响，加上森林乱草，造成丧失栖息地、非法的宠物贸易，也佫有水甲空气污染加重的因素，互巴拿马黄金参蛤仔互 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做极度面临灭绝的物种。这种全球野生的黄金参蛤仔恐惊无到50只。所以巴拿马政府开始用人工的养殖进行保育，同时甲每年8月14日定做黄金参蛤仔日，成做巴拿马的国定假日，并且举办相关主题活动，宣导保育黄金参蛤仔的观念。另外，也有相关计划，互全球动物园甲机构加入探生黄金参蛤仔行列。政府已经甲巴拿马黄金参蛤仔探生增加到1000只，分散伫美国甲加拿大50多间机构去饲。巴拿马培育黄金参蛤仔，地理也伫咧研究，即要绝种的大尼门参蛤仔。Plan Recoge busca proteger bosque nativo, implementar acciones para mejorar el estado del bosque nativo o, por ejemplo, trabajar con propietarios privados para que en sus tierras puedan proteger el hábitat de las ranitas de Darwin. 大尼门参蛤仔体长大约3公分，一般栖息伫智利南部甲阿根廷的森林内底。不过森林的火灾、气候变迁、入侵物种，也佫有为着真菌甲土地城市化，互大尼门参蛤仔快速灭绝。全智利境内敢若剩大约62只。NGO 组织希望经由保育行动，提高民众珍惜特别物种的意识。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立陶宛的保育人员今年3月伫咧岸边有救9只海豹起来，即马保育人员要甲这的海豹放腾去海洋，也毋过这片海洋海豹的主食鱼嘛已经用要无完，所以挑战嘛真济。9只互母亲放晒伫立陶宛岸边的海豹囝，互保育人员发现了后，带转机构。因欢喜的伫游泳池内耍水，有的是伫边仔晒日头。通常海豹妈妈会伫冰的顶悬生囝，而且伫海豹囝出世1个月、2年了后，海豹妈妈就会开始互因学安怎伫海上找食甲生存。不过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冰山渐渐消失，互海豹妈妈生产的所在受到限制，甲其他海豹的生活圈愈来愈密集，造成每个海豹之间产生斗争。海豹妈妈也袂面对家己拄出世的囡仔，所以弃养。Nes tai, ką mes vadiname klimato kaita, ar ne, gamtos pokyčiais, ekologija, labai veikia būtent ruoniukų atsiradimą pakrantėje. Tada būdavo per pavasarį 1 ruonis, 2 ruoniai, 3 ruoniai. Tačiau nuo kokių 2005 metų jų pradėjo tiesiog daugėti kartais 8。保育人员讲，若无及时将这的海豹囝带转去，因的存活率只剩5%。伫这几个月来，保育人员教因安怎家己生存，只是除了气候变迁，
波罗的海和欧洲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包围，后者正做地球上污染上严重的海域之一。海坝的主要食物鱼类也面临灭绝危機。Baltijos jūroje daugiau kaip 80% žuvų resursų jau yra sunaikinta. Ruoniams nebėra ko maitinti。海豹仔伫食龄期结束时，体重大约36公斤左右，而且需要大约1年的时间，因才会发育完全，会当家己生活。保育专家讲，一寡被野放的海豹仔原本体重只有12至15公斤左右，而且也个互海水像个花皮强迫无开。即马活跳跳，所以选择互因登记大自然生活。只是鱼源减少啊，海豹仔也爱继续面临食物消失的挑战。公司新闻新乐报编译。各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中部地区25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5度。来是东部地区24度至33度，外岛地区25度至32度。感谢你收看这次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